桃园市环保局对7月开始，针对着乌白蛋熏头、乌白配树林汤等6项破坏环境卫生的问题，要甲这罚金调悬3倍，增加到3600块。因若是污染危害真严重的，上当是会当罚到6000块。伫中日有人乌托摆徛咧，煞停伫路边，甲一包粪扫等伫人扛棒下骹，去互监视器翕起来，互摕去检举。另外一件伫鼓山区，有人徛乌托摆乌白蛋熏头，有行车记录器翕到摕去检举。这2件拢互罚1200块。为7月份开始，若伫桃园乌白蛋熏头甲粪扫等，都会加重裁罚，会罚3600。这不错啊，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，不然你满地都是垃圾、烟蒂、槟榔渣一大堆，这个你抓也抓不到啊。现在外面也不能乱抽烟啊，都嘛是要有指定的地方啊，所以可能都是比较多，都是骑摩托车抽一抽就丢掉的。虽然我不会这么做，但是我觉得好像罚金有点高，因为如果说罚3600，应该有其他更多应该要提高的，可以去调整的。根据环保局的统计，去年裁罚乌白蛋一般废弃物的案件内底，熏头乌白蛋的是占4成，有甲2855件。今年1月至4月，嘛有604件。环保局讲，熏头毋但真好分解，而且内底有真侪有毒的物质，便若落水沟底，排水系统就会塌掉咧，增加饮水风险，所以决定提高罚则，阻挡熏头乱弹的情形。其中针对乱丢烟蒂跟未依规定排出垃圾，这个对环境的影响是最大，所以我们的起跳处分金额大概会从原本的1200提升到3600。除了熏头甲粪扫乱弹，环保局讲，较接看的检举的案件，包括宠物伫公共场所乌白放尿放屎拢无清，还有乌白顶伫路边，甲徛喺外口等，影响环境甲卫生的物件，还有乌白配槟榔汁、树林糖，造成地面甲水沟的污染等的行为。为7月份开始，嘛会加强来查办，会罚到2000以上。公司新闻，唐报道。